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，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26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感谢。希伯来文感谢俄勒是上一个字根。伫创世纪29章35节，犹大的名就是俄勒的意思。同一个字伫诗篇第7篇17节，翻译做我要感谢上主的公义，我要上赞至高的尊名。当咱愿意献上感谢的时阵，常时咱就是咧对上帝，也是对这个感谢的对象来献上讹乐。心存感谢会帮助人伫生命顶悬表现了更较积极，更较有上帝的光照。因为安尼人是会晓谦卑的，是会晓高举上帝，是真容易满足的，是愿意归荣光予上帝，并且袂去揽功劳的。通常即种的人伫精神的状态顶悬，属伫比较较开朗的，比较较无容易发生心理压力的一个情形。上帝创造的即个宇宙，互你我拢会通伫爱殿来生活。因为安尼，咱要献上感谢。如果咱亲像阿当或者是夏娃共款，袂感觉心满意足来献上感恩的话，就真有可能会讲上帝骗我的啦，为着无爱互我甲伊共款啦，所以安尼咱就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得罪上帝。一旦咱会晓心满意足的时阵，咱就会愿意为着所遭遇的境况来献上感谢，咱就会愿意来讹乐上帝，咱就无容易怀疑上帝。先知耶利米嘛安尼甲以色列人讲。上主讲时候要到，我要实现我对以色列甲犹大人民的承诺。迄个时，我要为着大笔来兴起正义的旗，伊要伫这片的土地顶悬用公平正义来治国。伫伊的统治的下面，犹大人民将要爱会通安居乐业。耶路撒冷享受太平，这个城要称作上主阮的正义。上帝应允大笔以及伊的子孙会通甲有影响到这个太平，会通伫这个利未的支族带领落来，对上帝献上来烧化祭、素祭以及圣祭来侍奉上帝，来讹乐上帝，并且献上感恩的祭。耶利米佮讲，我甲日时黑暗来立约，互因会通一直照咧运行。这个约袂会废掉。相款，我甲我的仆人大笔立约，
互伊的王朝永远存续。我也甲利未族立约，互因永远做祭司来侍奉我。这个约也绝袂当来废除。我要互我的仆人大笔的后代甲利未族的祭司人数增加，亲像天顶的星，这个海边的沙，无法度算。上帝的应允，愿意遵守上帝旨意的以色列人，代表的王国要得到扩张，得到和平。烧祭呢，是一种的敬拜，也是一种代表感谢意思，是人甲上帝关系的建立。当咱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了后，就要领受上帝保守甲祝福。上帝应允袂话，互以色列人得到放杀。耶利米佮安尼讲，你知无？人人拢咧讲我来刺杀我家己竞选的两个国家，以色列佮犹大。因轻视我的人民，无将因当作是国家。但是我上主甲日时暗暝立约，我制定自然律来支配天地。我甲自然界立的约袂当废除。我也要相款来信守我甲雅各后代甲我的仆人大笔所立的约。我要对大笔后代中选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亚伯拉罕、以撒甲雅各的子孙。我要用人治来对待因，互因回归因的故乡，来重新建筑因的家。上帝必定用仁爱对待以色列人，对待来爱听因遵守上帝旨意的人。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基督徒，保罗用感谢做开始。伊讲：阮要感谢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伊是主爱的天父，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。伫阮的各种的患难的中间，伊安慰阮，互阮会通用伊赐予阮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。就好像亲像阮伫基督受苦，受济的苦难，阮也正着基督得到济的安慰。如果阮遭遇苦难，迄是要为着要互恁来得到安慰，得到拯救。如果阮得到安慰，恁也相款得到安慰，并且得到气力来忍受阮所遭受的苦难。是啦，咱无论伫什么款的状况的下面，咱拢只要会通来愿意献上感谢，因为感谢的心，互咱先改变咱的心境，进一步来改变咱的生命，而且会当帮助咱紧紧来脱离迄个遭遇的苦难。如果咱袂为时时刻刻来献上感谢的话，信心就真容易受到摇动，就非常困难对困苦的遭遇中间来脱离出来。保罗佮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见证讲啦，伊讲：兄弟姊妹啊，阮望恁知。阮进前伫亚细亚省所遭遇的患难，迄个缀伫阮身上的担是偌尔大，是偌尔沉重，连生存的望都拢无啊！
咱只要感觉家己已经受判死刑，安尼情形，互咱知影袂会通瓦靠家己，只有会通瓦靠迄个互死人搁活的上帝。伊捌对死亡的危险中来救咱，将来犹原拯救。只要恁用祈祷帮助阮，阮确信这位上帝将来要施行拯救。安尼有济人为阮祈祷，互阮得到恩典，也必定有济人要为阮感谢上帝。伫礼拜日，咱邀请廖雅慧老师的生命见证的中间，伊也分享到几摆伊所遭遇的重病。虽然捌伫信心顶悬来摔甲这个山坎仔底，但是最后犹原用感谢来面对所遭遇的病痛甲困难。也亲像安尼，像箴言所劝勉咱的，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忧伤的心互骨孤大。这是伫箴言17章22节。望享受恩典的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保持喜乐正向的心志，互咱无论拄着甚物款的境况遭遇，拢愿意献上感恩的心，领受上帝的恩，互咱来得胜。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。上主，你是公义，你是判断公正，你颁布律法公正，完全可靠。我非常受气，亲像火要甲我吞灭，因为我的对敌袂记着你的话。你的应允纯真可靠，你的仆人真意爱。我卑微，互人看轻，毋过我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，你的律法真实。我受着患难忧苦，犹顾意爱你的诫命。你的教示永远公正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通活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上帝带领阮、保守阮、赐福互阮。感谢上帝呼召阮做你的仆人，为着阮所领受一切来献上感谢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，阿门。